一起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有幾匹嘅喎，妙玲瓏啦、鋭高外邊走啦，咁啊再見到最出啊天下寵兒啊，中間夾住淺藍衫係妙玲瓏啊，內欄啊跑得好快啊，第6位紅衫自動自覺內欄呢，咁啊仲見到馬匹有紫色衫嘅快搏啊，後啲嘅馬匹啊精彩進帳，橙衫大約尾5嘅，尾4黑衫紅帽鄉村樂運啊，後邊3匹馬運來勇士知道長勝啊，暫時殿後呢係嗰隻按道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咯喎，前面放嘅馬匹呢，咁就係呢隻鋭高啊，咁啊接嚟咗大約個零身位啊，天下寵兒埋到嚟第2喎，第3位嘅馬有呢隻精明勇進啦，中間第4係跑得好快啊，第5位妙玲瓏，第6位快搏，第7位紅衫自動自覺啊，後邊5隻啦，鄉村樂運精彩進帳，再後邊嘅3匹馬運來勇士知道長勝同埋安道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鋭高接嚟咗1個身位咯喎，天下寵兒就開始中檔追啦，外邊呢仲見到馬匹有呢隻精明勇進啊，中間位置啊跑得好快，沿欄追上嚟嘅馬仲有隻快搏，最出嗰邊係鄉村樂運啊，最後100零米天下寵兒接嚟咗1個身位，有冇機會贏翻場呢？內欄打上嚟係快搏啊，出邊鄉村樂運贏馬嗰匹係天下寵兒啊，第2名啦，內欄快。